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看嘉义最后一间2轮片的戏院——新营戏院，9月底确定要首档关门了。这间戏院陪在地人行过37档，带予真侪人欢乐甲感动。高龄90岁的头家，为20岁就开始伫个戏院做师啊。伊讲做电影70年了，想要退休了。在地人接到这个消息，拢真唔甘。装红色的外墙，3层楼建筑，有挂着老式的招牌，行入37档历史的新营戏园，互真侪人想到细汉时阵的记忆。听电影票，等入去箱啊，小小玻璃袋内面放啊全四手啊。伫放映厅内面有看到乌皮椅，时代变迁啊，毋过戏院内依然有怀念的古早味。一张票啊，就是个咱坐100块尔啊！咱规东到看暗时啊，看到无想要坐我等伊咧。90岁头家江金富，20岁迄档就伫戏院做师爷，后来伫民国70年，台湾经济起飞年代来到嘉义新营路开这间2轮的戏院，一路行来为在地人带来笑声甲感动。爱退休啊！囡仔无要做，囡仔拢靠人的事业。头家表示年纪大，想要退休啊，即摆已经有买家接手，陪着嘉义人30多档的2轮的戏园，9月底就要停业啊。老戏园嘛，正做美好回忆，留伫大家的心中。